啊，人有当比歌，有当画图，活身体啊，活动安尼好啦。什么都会教，一起跳舞啊。是。来你教运动啦，哦，骹手拢运动拢有来办活动呀。特别在这一块拼图，让我们来完成，我觉得我们非常开心。麦子的团队，我想能够在这个工作上面做得尽心尽力。那这个据点它原来是在我们的关庙老人康中心。那关庙老人康中心过去是以社区活动中心的方式在使用，那也把它提升改善整个空间的改善之后，也可以提供我们老人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据点哈。长辈来到这边有饭吃，有电视可以看有时候又可以把自己的衣服还有清洁的工作都可以在这边完成。这边有专业的人力来做照顾。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随着人口逐渐老化，长照、日照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台南市政府对区区有日照的目标不遗余力。截至去年底，全台南已有63家日照中心居全台之冠，而区区有日照的最后一块拼图——关庙站也拼凑完成，落实日照社区化，对长者的照顾更完善。由财团法人一粒麦子社福基金会所承办的关庙日照中心为关庙第一家，民众能在白天将家中长者送到中心，由专业人员的照顾，减低家庭压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的日照中心也完成了区区有日照的最后一块拼图，非常感谢一粒麦子社会福利基金会，他们能够成全这个好事。面临人口结构慢慢老化，那很多日照长照的需求越来越多。那么在日照的部分，因为大多数的时间是因为他们跟家人一起住，家人需要上班需要工作所以说在白天的时间能够来日照中心，能够让他们这些年长的市民朋友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得到照顾，而且跟其他的年长者在一起，我觉得既有伴又不会无聊，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起步，因为区区有日照，但是日照的这个容纳量以及对于这个照顾的人数，我们还是需要有其他的部分来做，包括供餐，包括日照包括长照，还有包括许许多多的，甚至包括富康巴士等等等等，再提供给年长的资深的市民朋友们有更多元的服务，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努力的目标。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12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近年来，县市议会发生真侪件议员以人头诈领助理费案，除了是相关公费补助法令无够周严，包括伫挟市议员每一个人每个月不得超过24万的总额，包括认真提升文政品质的议员认为，无法度请到专业的助理。对此，台南市议会公开呼吁提高助理费的心声。上午伫议会第6处临时会开幕式当中，议长郭新龙表示，伊特别委请秘书长带队上北到内政部开会，就是因为有关议员公费助理费用已经连续11档毋捌调整，以现在上加工资每个月23800来计算，除了无法度请到专业的助理来协助文政，加上助理工作时间拖足长。除非议员家己负担超出的额度，也无根本无符合政府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所以真需要修法来提高公费助理费用。希望说能够来有所调整让各县市议会的议员的问政更专业化，
那当然，服务那个是在我们额外的在选民服务的部分，也算是我们在当行使议员职权的时候最重要的。那其实，在选民服务上面啊，我们所发挥的精神哦，甚至于有些经费的运用，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架构是没有办法去 cover。那所以，如果说可以能够看我们的问政的表现，那也符合现在社会上面的一些物价跟期待的话，希望能够有所调整。你24万既然补助议员，要请多少人，那多少薪水，只要核报申报是实际的话，就不要定那种标准来绑手绑脚。那基本工资怎么找得到呢？那工厂也找不到的，何况说要分商起线套炸套案，不应该俺们助理怎么请？我认为，现在执政党民进党应该去修改这个办法，让跟民代实际上的他工作的内容有相配合，才实际不是一概几十年都没有调整，都没有规定都没有更改。我认为这样不好。我们的助理费呢，从86年的基本劳资工资是15070元，调到明年正式要成为24000元的基本工资，那调升的幅度达到40%，所以每个的助理费呢，一个人是8万块这个其他的普通县市那法律规定说，我们的助理可以请2至4人，你若一个3万块，根本请3个也不够你变他请4个，他明显的法律上就有相冲突，而且现在的时空背景呢，真的很不符合使用。原则上呢，这个助理费就是要建议要提高。议员的职责除了反映民意、监督市政以外，工作重点就是制定地方自治条例加审预算。不过，一旦无专业的助理来协助，相信多数对着法案加预算现在数量是无够的。所以，如果补助无多提升，助理嘛只是当担任议员的分身来糟蹋利益。今日新闻，阮自林根采访报道。每个当天拢会传出因为寒流造成渔民的严重损失，所以日前市府提出饲鱼的低温保险，要互渔民申请投保。了照10度的低温，连续10点钟就当提出理赔。而在可上午该预算垫付案3往议会审查，引发议员关心。最近天气有较寒，特别对养殖渔业来讲，得随时注意保温。所以农委会将补助市府办理养殖渔业的低温保险议案，总共452万，包括中央补助226万元，市府甲渔民共款来配合负担226万元。而市府为了争取办理时间，伫临时会要求议会同意垫付。据了解，目前申请的渔民只有36位，占71公顷的养殖范围。提出议员蔡淑慧甲游泳池拢表达关心，都是要求市府唔通只行销沙白鱼，包括台湾鲷、鲈鱼等等，嘛一定要到出销。他们要自付226万1000元，但是有36位渔民参与，那我就不知道你是依人数来分担他们的226万1000元，还是依养殖户的面积大小来分担整个预算的一个规模。咱农业局拢无咧办这促销活动，失败有咧办，但是失败价钱嘛歹，所以你这个物件是要保险的，总经费是452万哦，你这226，那呢6管这台湾鲷这部几个来申请爱保险？这个低温保险哦，渔民爱自付一些保险费用。所以因会评估讲最近的天气会寒袂寒，还是讲有需要无？由渔民来家己来申请。如果渔民申请的面积越大，那我们中央政府还有我们市政府的负担的这补助的保险费用就会更多。据了解，目前大台南养殖面积高达5000公顷，愿意投保渔民只占71公顷。当然，渔民如何评估保险的需求，是交由市场自由的机制。而政府就是徛伫协助立场，避免一旦航海发生，互渔民辛苦投入的成本拢去了。今日新闻，阮自林根采访报道。今明21岁女护理师日前下班途中被酒后开车的驾驶弄重伤，3号病急救。不过，伫全力的抢救甲各界关心，病情并无乐观。家属21号决定带回去厝内，嘛公开对各界捐款甲抢救表达感谢，希望酒后开车的悲剧唔通一再发生。
日前下班后倒摆返去厝，被啉酒开车弄到的护理师，经过21天的抢救，因为病情并无好转，所以家属21号上午决定拔管。对着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的捐款甲帮忙，家属也表达万分的感谢。因为妹妹现在也已经等于说离开了这样，那所以就是外界，我们感谢外界很多跟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愿意给我们温暖跟关心，我们都很感谢。那因为妹妹现在也已经不在了，所以外界的爱心就也可以不用再继续了这样。会中护理师的妈妈也呼吁政府应该要重视啉酒开车的问题，莫让这种代志一再来发生。我只是希望说，喝酒的人真的不要再上路了，这样子真的会造成很多家庭的不幸。还是要呼吁政府说，对于酒驾的问题，刑责可不可以再罚重一点？要不然，他们好像都不怕啊，顶多是罚钱的部分而已。他们等于就不痛不痒，伤害的都是别人。会后家属甲病院的同事也意向这位护理师道别，并由着家属将伊带转去规定的厝园当中。也希望这种憾事莫一再个发生。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落实社会企业以中枢就小學生課後照顧義恩關懷協會成立了多家私塾品牌，透過純手工製作商品，來實現濟濟婦女的第二春，嘛借着營收，互協會會當永續來照顧弱勢，唔要互人感覺公益是因為可憐來捐款，是當進一步創造倒贏。來到多家私塾工作室，每一位婦女各自分工，有剪布、有設計、有裁縫等等。不過合作起來，就是一個完美的純手工品。過去攏講女工，但伫遮每一位攏是設計師，參照首選，就運用在地掠魚的網仔，加保證廢棄的布料，設計出獨一無二的手提包，甚至摕下金質獎的肯定。其中漁網的台語拄好是希望。用言论来提升自我的美好。配色方面，我就觉得我的功力有变深了。对啊，以前都是配啊，我们配都是比较保守的颜色嘛，哈。那有时候配的想要让它稍微跳脱一下，就觉得很比较大胆。大胆的话又自己没有信心，怕说这样会不会配的太有点离谱了，或者是太看起来就说的北腿就对了。以往就是希望啊，每天都有希望啊。小希望包就小希望，大希望包就大希望哎。国庆期间，已经打造出各期手工商品的阿嬷已经77岁，每一天拢是上早来，用24岁的做裁缝的功力来继续奉献，相当快乐。看到这里的东西也很快乐啦，做起来很漂亮嘛哈。现在觉得这个产品对我来说我也很高兴了，看到它也是看到我在成长啊，因为我这么老了还可以有工作，不是很好吗？多多少少又有第三人生的开始。虽然每一位来遮的妇女有无同的困难甲奋斗的故事，不过因共同目标就是自我实践，嘛互定现地点来遮各式各样的手工创作，不只是商品，更是加一份情感甲价值。多家私塾它其实就是虽然你看到的这些包包都是包包，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单纯，我们卖的不是这个包包，而是我们卖的是它的价值。其实你买这个包包，它其实可以衍生很多的价值，包含你可以帮助这些妈妈，让他们有能力的提升，甚至你可以帮助到协会，帮助这些孩子的教育的工作。那甚至是你可以满足自己喜欢的，觉得自己买这个东西更有意义。所以其实我们在多家私塾里面，我们最想传达的一个就是让消费更有意义的消费文化。嘛，因为这个妈妈背后有需要关心的弱势囝儿，所以主要从事课后辅导义恩关怀协会。2019年申请通过多家社会企业社。2020年7月，这个新的展示馆正式开幕，将现有的资源来自力更生，不是春秋无看来做公益。
你越是欣赏每一个产品，也就是多多欣赏每一个妇女的才能，以致让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让更多获得到更多社会大众的欣赏，能够透过购买产品，也再来实行社会公益，也能够来帮助以恩关怀协会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生活，能够被照顾着，能够被扶持着，以致让他们能够稳定的成长。开幕半当来，伊虽然4月摆单位，不过伫设备、材料甲租金成本等负担，经营也是负成长。但对因乐观的笑容，会当看出因学习圣经人物多加精神，互基督人民透过咱的手去帮助别人，坚持团队看见需要来创造机会。台南新闻阮及林银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为了加强过路人安全，台南伫中山路甲西华南街建立了全国第一座智慧安全路口灯号。该系统会当第一时间侦测闯灯等违规的车辆，并且将违规的车号公布伫灯号顶面。这回来看这项感染交通新的做法。台南市今年1月到10月行人的交通事故造成32人死亡，778名受伤。因此，建构行人安全通行环境，就是首要目标。市府透过大数据分析，决定伫咧百货能力零调降在中山路甲西华南街设置全国首座智慧路口灯号系统。我们光是1周，汽机车闯越这个红灯，闯红灯的就有292起。然后这个逆向行驶有265起1周，如果想想看，这1周这292起，如果万一行人不注意，走出去碰到闯红灯的，或是他走出去没有绕到机车或汽车从这个不应该来的方向来的，这个逆向行驶，那么事故就发生了。不管是逆行驾驶、弄红灯，也则是跨越停止线顶违规行为，该系统拢会即时将违规车辆的车号显示伫咧交通灯号顶面，达到警示效果。毋望会当减少违规行为。但是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毋望透过智慧安全路口启用，达到减少交通事故以及确保行人安全等成效。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中西区公所甲大埔福特区合办百虎百福的系列活动，19号暗时伫庙前登场是虎爷佛雕跋杯比赛，这些人拢是全家出动参加，希望将制作精美的虎爷佛雕炸登去。透过报道做回来看卖。台南市中西区下内登记在案的庙宇甲寺庙就有94间，因此享有众星之都的美誉。大埔福特区更是积极响应宗教优质化政策，除了长期热心公益、关怀弱势，伫去年更加市府合作打造土地公甲虎爷国庆花车，成为民众翕相的焦点，成功行销台南。标方这次办理虎爷浮雕跋杯比赛，互民众透过趣味的跋杯，将虎爷带回去厝，吸引200多人参加。这位叫黄云同事，递杯放这边。你如果可以得到那个牌子，你会不会很开心？应该，可是我希望人家也可以幸运的得到。跋杯跋碟，然后会把这福气带给自己，他也带给自己的亲友。我嘛希望讲，今晚市政府都会推行宗教优质化哈，反正这类活动也是说
宗教幼稚化的一个多元的一个活动哈，借着这样一个活动哈，能够一个祈福哈，让我们今年因为新冠肺炎大概过了不好些所在哈，咱明年也当过得比今年更好哈，希望讲借由这样的活动，也让提升我们社会的一个正面能量哈。百湖的活动，咱是甲迄个中西区区公所，个了台南古城节做伙合作来办这活动，因为阮本事有服侍这个好爷，因为这百湖吼是希望咱府城会当一个百湖会当大家迄个共襄盛举，来为咱这迄个先神大德来祈福。好爷上团具有家钱招财、驱邪辟煞、保佑儿童之灵，所以庙方这次办理好爷浮雕跋杯比赛，请真侪亲子家庭出动。主办单位中西区公所甲大埔福地司，嘛希望透过这款趣味的系列活动，会当将悠久的宗教文化介绍予外地游客，甲市民大众分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为了增进大学社会责任，21号电视界团队为地方开发适合老人的食品，鼓励监测进行社区民众的健康检查等具体成果。同时，为了增加经验的交流，学校嘛邀请平安创意科技的执行长来分享因经营文创商品的历程。中华艺术大学致力伫咧推动 USR 计划，透过计划团队师生的专业实力，今日去社区看见前山地区所面临的困境，利用物、人、善三个循环的概念，借由浪费再利用，开发银发第二专长、健康照护等作为。同时，媒合企业导入，达到社区创新，并将成功的经验传送到国际上，扩散影响力，嘛承担了大学社会责任。台南浅山地区就是关庙玉井左镇这个山这个区域，我们跟他透过很多的农产的合作、长期照顾的合作，把我们中华医大医是健康的这个概念，把它延伸到这个浅山地区哈。那我们希望照顾他们的健康，特别也照顾他们的经济，照顾他们农产品的行销。USR 计划不只为社区创造性的发展，同时也为参与的学生增进了自身的竞争力。互伊一毕业，就因为参与 USR 计划的经验以及优秀的成绩，尽力伫咧知名药厂工作。就是公司要新创一个就是达康运动中心，那运动中心的对象就是银发族，对，那就很刚好的就是在我在学生时期所应用到就是协助社区还有协助老人这一块，然后可以将我所学的一些就是事物，然后应用在就是目前现在的工作。那我真的就是觉得说学校能就是做 USR， 真的其实对我们毕业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为了会当增进经验交流，活动嘛邀请安平安创意科技执行长施博峰，甲师生进行地方创新的经验分享。我在安平大概有21年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创，还有一些在地一些发展。那这里面其实有包含到说怎么从创意变生意这一块哈。那我们必须把这一块的一些不管是记录啦、过程啦，办到跟这土地的一些相关性的深度都结合在一起。那学生呢能够提早接受这一块呢，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哈。那包含到现在的一个社会趋势里面，越在地越国际。那在地创生呢，不仅是将在地的元素里面包含到在地生活、文创旅游4块结合在一起之外呢，包含到这些落实性还有行销这一块。那我相信说，他们这个学校这是第1年 USR 的一个成果展哈，我刚看了一下，非常不错。那希望说我的经验能够带给他们，能够在对这个未来这个台湾的市场发展、在地创生能够带来更多的贡献。除了成果展示，展览上嘛办法感谢状，和参与的企业甲在地团体，校方未来嘛会持续开发地方的特色，创新社区的产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以上就是12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